斑斓龟，蟑螂，应该安怎讲？安怎下嘎做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。释义：蟑螂，昆虫名，头小下垂，身体扁平，有长丝状触角，角粗有刺，后翅呈薄膜状，折叠藏在前翅下。尾部有2条具感觉作用的尾毛，繁殖迅速，食害衣物、食品，是家居大害虫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